呢兩家人素未謀面，畫面左邊嘅馬生馬太同右邊嘅蘇生同佢嘅姨仔，兩家人喺醫院嘅安排下，互相成為對方嘅救命恩人。馬先生原本患上肝硬化，馬太想捐個肝救丈夫，但係血型唔啱，捐唔成。而蘇先生因為急性肝衰竭，原本只係剩得1-2日命，佢嘅姨仔願意捐個肝救佢，但係血型亦都唔吻合。喺瑪麗醫院嘅配對下，兩家人同意交叉捐肝。上星期二同一時間，院方為佢哋完成活肝移植手術。我姨仔，我就唔會喺度同你哋傾偈。我好多謝佢哋，好多謝醫生，我條命係佢哋救翻嚟嘅。開頭淨係想救翻我姐夫，但係點不知原來可以救埋馬生同馬太咯。喺病房入邊已經好 close 啦，就成日傾偈啦，咁祈禱，亦都為住蘇生去祈禱，希望即係我哋4個都冇事咧，可以4個安全咁樣平平安安咁出翻嚟手術室。如果比等屍肝咧，我相信都等唔到乜啫，因為太多人等。今次係全港首宗交叉捐肝手術，院方話4個人嘅手術要同時進行，以免一方臨時退出。佢哋事先係完全唔識對方嘅，咁係可以講我哋係撮合咗佢哋，我哋知道佢嘅情況啊，我哋去話俾佢聽呢個咁嘅選擇嘅可能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有人會懷疑、擔心話一個唔識嘅人捐俾另外一個唔識嘅人啊，呢個會唔會有一啲交易嘅成分啊？會唔會背後有啲咩咧？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更加係可以避免絕對可以避免咗。醫院會成立資料庫，記錄血型唔匹配嘅患者同埋家屬資料，以便配對。瑪麗醫院現時每年大約有40幾50宗活體肝臟移植嘅手術。醫院預計日後每年可以多4個病人透過呢類配對手術受惠。無線電視記者潘慧琳。